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星期二喺厄瓜多爾首都基多主持露天彌撒，今次係佢出訪南美三國嘅第二日。教宗方濟各星期一喺厄瓜多爾西南部港口城市瓜亞基爾主持露天彌撒，佢讚美家庭並且為家庭祈禱。教宗仲訪問咗基多嘅天主教堂，幾千人冒雨聆聽佢嘅講道。教宗話：我要俾你嘅家人、你所愛嘅人一個祝福，俾偉大崇高嘅厄瓜多爾人民一個祝福，令到厄瓜多爾人之間冇分歧、冇排斥、冇人被拋棄，大家都係兄弟。教宗星期一就寢前同聚集喺基多教廷大使館官邸外嘅民眾一齊短暫祈禱，估計有幾萬人星期二聚集喺基多嘅百年紀念公園，聆聽教宗講道。教宗方濟各仲會見咗備受批評嘅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